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6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4篇，以西结书32章第1节到第10节，路加福音第9章37节到4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怪兽。以前的人们呢，对那些拥有力量啊、权势啊，还有未知势力的，都具有很深的恐惧感。因此我们看到的一些传统的宗教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、这样的恐惧，然后呢，只要控制到那个祭司啊，这样的人就可以拥有权柄。因此啊，人们将这些权势当成鬼啊，或是神啊，以这个畏惧的心来献祭、来敬拜。启示录约翰把罗马比喻成淫妇，在以西结书先知呢，将埃及比喻成为洪水猛兽。因为呢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能力敌不过埃及，只能依靠上帝的保守才能够胜过。以西结书32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圣经的记载说，我们流亡的第12年12月的初一，上主对我说话，他说：必朽的人啊，你要警告埃及王，为他做挽歌，向他传达我的话，说：你在列国当中以少壮狮子自居，其实你只是在河里的鳄鱼，在河里溅水，用脚搅乱河里的泥土，使河水污浊。当许多的国家的人民聚集的时候，我至高的上主要撒网绑住你，抓住你，叫他们把网拖到岸上。我要把你丢在地上，抛在荒地，叫所有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来吃你。我要用你腐烂的尸体铺满山岭，填满溪谷。我要倾倒你的血，使它漫过山顶，注入溪流。我毁灭你的时候，要遮盖天空，使星星昏暗，以密云遮住太阳，月亮也不发光。我要关掉天上所有的光，使你的土地陷入黑暗。我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：我把你毁灭的消息传播到你未曾听过的国家里，他们的人民都要惊骇。我这样待你，将使许多的国家震惊。我一挥动我的剑，群王都要恐惧发抖。你灭亡的那一天，他们都要因自己的性命站立发抖。虽然如此，我们也都知道，在上帝的恩典跟保守的当中，我们可以得到上帝公义的判断。在主里面呢，我们就蒙保守，就有平安同在。耶稣基督他在传福音的几年的当中呢，他总是透过医病、赶鬼、行神迹，让人借此就可以看得到上帝。赶鬼呢，通常我们指的是这个灵性的部分，人必须靠着主的恩典才能够得到医治。路加福音第9章37节到43节记载了耶稣基督从变帽山下来之后，遇到一位小孩的父亲，他请求耶稣基督来赶鬼。因为耶稣基督在山上的时候，他的门徒对这个厉鬼呢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束手无策。对于这样的怪兽啊、邪灵啊、恶势力啊，基督徒呢只有凭借着信心才能够胜过。路加福音的经文这样说：第二天，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有一大群人来迎接耶稣。人群中忽然有人呼喊说：老师啊，求你救救我的儿子。
他是我的独子。邪灵常常攻击他，使他突然的大喊大叫，又让他抽搐，口吐白沫。邪灵不停地伤害他，不肯罢休。我求你的门徒赶走邪灵，可是他们做不到。耶稣说，你们这时代的人多么的没有信心啊，多么的腐败啊，我还得在你们这里多久呢？还得容忍你们多久呢？接着他对那个人说，把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。孩子来的时候，鬼把他摔倒在地上，使他抽搐。耶稣斥责那污灵，治好了那孩子，把他交给他的父亲。大家对上帝的大能都很惊讶。在基督里面就有平安，在基督里就有能够成为新造的人，在基督的信心里就能够使我们胜过一切的攻击。感谢主。诗篇64篇，上帝啊，求你垂听我的哀歌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残暴，求你保护我不受作恶的人的暗算，不被阴险之徒陷害。他们磨快舌头，像刀剑一样的尖锐，像射箭一样的发射恶毒的话。他们埋伏要射杀无辜，突然发射，毫无顾忌。他们彼此怂恿，阴谋作恶。他们计划秘密的张设罗网。他们说，谁看得见我们呢？他们设谋造计，又说我们的策划绝对精密。人的心意多么的难测，但上帝用箭射他们，他们就突然受伤。他要凭着他们的话消灭他们，看见他们的人都摇头，大家都恐惧，都要述说上帝的工作，思想他的作为。一人要投靠上帝，要因他喜乐，正直的人要颂赞他。感谢上帝，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领受救恩，让凡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权柄、有信心依靠的，都可以胜过生命中的怪兽，然后得以得救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